来看中央大学财经发展研究所今仔公布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，比去年同期是提悬哦。其中未来半冬投资股票的时机，有真侪受访者是拢真看好，对台股有信心。也毋过哦，中国最近对咱台湾贸易有袂少的动作，有专家是认为，明年台湾的经济恐惊会有变化，两岸贸易紧张哦，真关系真紧张，经济成长率要保三，会有真大的挑战。受到美国联准会提出明年可能降利息影响，全球股市拢受到鼓励。中央大学财经发展研究中心公布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70.06点，比去年同期提升10.94点，创19个月新高。股市能不能继续维持荣景？这里面还是有蛮大的不确定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出口如果持续低迷的话，那它也是代表就是以出口为主的这些制造业，他们的这些厂商，他们的营收是在下降。在消费者信心指标中提升上侪时，投资股票时机比顶个月提升2.75点，甲去年同期比提升33.14点。基础是未来半年物价水准，甲未来半年购买耐久性财也拢有提升。也毋过伫家庭经济状况、就业机会甲国内经济景气部分拢落薄。学者讲，中国甲台湾贸易当处伫十字路口，甚至是真紧张的贸易关系。明年台湾的经济景气充满变数，万一经济恶化，会影响就业机会。需要很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的一个数字。在这样情况之下，我觉得任何一个风吹草动，对于台湾的经济，不论是在就业、在经济成长、在贸易上面，都会有直接的影响。学者认为，明年总统大选结果会牵动中国对台湾的贸易往来。最近出口落冷的台湾，要小心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